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6章。阮做上帝会当讲的，搁甲恁苦劝，恁对上帝领受的恩典，毋通互伊落空。因为上帝讲，伫通受接纳的时，我有听你；伫拯救的日，我有帮助你。着听，即阵是受接纳的时，今仔日是拯救的日。为着阮侍奉的工作免受指责，阻碍别人的代志，阮拢无做。反倒用上大的耐心，凡事通过患难、艰难甲困苦，表示阮是上帝的采用。阮捌受到鞭拍、关押、暴力的伤害、劳苦、无困、无食。阮用纯洁、知识、宽容、仁慈，倚靠圣神，用纯真的听，传真理的信息，甲上帝的大能力，用公义做武器，攻击对敌，保护家己。阮受尊重，嘛受侮辱，得到歹名声，嘛得到好名声。阮互人看做变仙仔，其实阮讲实话。若阵无人捌，其实人人拢捌；若阵死去，其实还得活。阮虽然受刑罚，毋过无互人杀死；虽然忧伤，毋过不时欢喜；虽然散赤，毋过互真侪人好额。亲像无半项，毋过逐项拢有。哥林多的朋友，阮的心胸已经拍开，开喙甲恁讲啦。毋是阮对恁无度量，是恁对阮度长话。我看恁做家己的囝，甲恁讲，甲阮相款，恁的心胸嘛着拍较开咧。毋通甲迷信的人牵连交叉。公义甲不法有甚物关联？光明甲黑暗哪会当交往？基督甲魔鬼哪会当和合？信甲无信的人有甚物关系？上帝的殿甲偶像哪会当摆做伙？因为咱是永活上帝的殿，照上帝所讲，我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徛起，伫因中间往来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主讲，恁着对因中间出去，甲因分离。无清气的毋通接触，安尼我就接纳恁。我要做恁的爸，恁要做我的囝、查某囝。全能的主有安尼讲。